喺黑沙海灘有超過700棵嘅木華麻黃樹，不過大多數經已步入衰退期，咁其中超過一半被列為病樹，咁需要截枝限高甚至移除。電鋸一揮，鋸走枯枝，亦都減輕咗樹身嘅負擔。呢棵樹齡超過30年嘅木華黃樹，原來已經過咗4/5嘅壽命。喺黑沙就有超過700棵木華黃樹，年紀同呢棵差唔多。樹木專家就話，當中有1成幾係有即時危險，需要即刻清理，亦都有超過4成係有潛在危險，需要當局監管。基本沒有太大問題的呢，它也是處在衰退的這個階段，所以呢，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從這調查這個數據來看，木麻黃呢，它還是到了應該改造的這個時候了。教授就話啦，判斷一棵樹有冇病係主要由佢哋嘅根部、樹冠同埋樹葉去判斷。而喺黑沙海灘呢度，主要有病嘅木麻黃多數都係樹根有問題。民署就計劃用自然淘汰嘅方式將黑沙所種植嘅木麻黃樹移走，並且分區種植多種適合熱帶生長嘅樹木。咁咧，將來我哋咧會用一個混合林嗰個方式去種植，即係譬如有啲棕櫚科嘅，亦都有嗰個其他嘅榕樹嘅樹種咧會種翻落去㗎。民署亦都呼籲嚟黑沙嘅市民以及遊客喺遇到大風嘅時候唔好喺樹下逗留，以免被跌落嚟嘅樹枝擊傷。而民署亦都會鋸走有潛在截斷危險嘅樹枝，減輕樹身負擔。澳門電視台記者程建明報道。